为着要提升消防人员伫咧执行勤务时阵的安全性，台南市消防局伫咧23号透早，伫局内来召开记者会，针对进前消防无线电入去火灾现场会出现通讯障碍问题改善。市长甲局长特别感谢研究团队经过半冬时间的努力，所做出的成绩阁有改善。看我们消防局的这个消防专用无线电盲点的这个克服的一些解决方案，事实上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谢哈。尤其近年来在外县市哈有发生好几起的消防人员这个在执勤在抢救生命的同时自己的生命安全遭受到一些这个威胁，所以呢我想怎么样改善消防同仁执勤时候的安全设施，怎么样让他们在一个比较这个装备齐全、生命安全受到相当程度保障的保护的这个前提下来拯救。这摆针对消防无线电的问题，台南市大台南不动产开发公会嘛捐赠拢总100万的无线电专用地，互消防人员伫咧拍火的时阵会用确定无线电的通讯无问题。另外，嘛互人员伫咧火灾现场会用区内的方式来进行通讯的联络，并拢总6项的升级，来保障所有的消防人员会当安全的来救灾。我们经过专家学者来做一个这个研究发现，然后做一个改进那我想我们台南市政府消防局长期在议会的支持、市政府的支持之下，那我们这几年呢一直在精进了很多的装备、很多的战绩那么我们无非是要让所有的警力消呢，大家都能够安全都能够安全，在救灾的现场都能够安全。所以我们怎么改进，然后这个无线电如果要确保它怎么充实，那同仁们都了解。我希望是在座也有很多大队长大队长你们回去要求每天的勤前教育，或者是在灾害的现场分区指挥官，或者是安全官，一定要去注意到这个细节一定要注意到这个细节。记者会现场，当时嘛有真侪议员做伙来关心这摆消防设备更新的议题，而且嘛透过简单的操作来实际了解使用的方式，并呼吁千万爱互每一位要入去火灾现场的消防人员确实来配挂，来互所有拼生命危险执行任务的人员有更较完善的保障。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